2025年是中缅建交75周年，为了传承和发扬两国的传统友谊，展现合作成果，共筑发展蓝图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启动了中缅建交75周年友好故事征文活动。这个活动面向所有中缅友好人士，只要你有关于中缅友好的真实故事和感受，无论是政治、经贸还是人文，都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，参与投稿。征稿时间是从即日起至2025年的4月21日，投稿语言使用中文或者缅文都可以。文章类型包括记叙文、散文、诗歌也都可以，但要保证一定是原创作品哦。这次活动的奖品也非常丰厚，1等奖可以获得使馆组织的访华名额，2等奖是赴华的往返机票，还有精美的纪念品和荣誉证书等着大家。投稿方式很简单，把你的作品发送到指定邮箱，记得在邮箱中主题里标注中缅建交75周年友好故事征稿，让我们一起书写中缅友谊，见证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，赶快行动起来，期待你的投稿。